继续来关心，伫咧新北淡水沙仑的海水浴场，昨昏发生一件毒水的意外。有一个法国的查甫人，若上去海泳假去，风救起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的现象，送病院了后，还是救无倒来。因为当地较会有倒拖楼，早就有公告讲这是禁止生水的所在。不过，也是有人希望讲，只要好好管理，也是会当开放。即嘛引起众人的讨论。 3个海巡人员做伙出力，将这位法国籍的查甫人留起来救生船。不过伊已经唔知影人，赶紧甲送病抢救。这件意外发生伫咧10日，这个法国籍的查甫人甲一位女性朋友去淡水沙仑海水浴场耍水，敢若是互大型降去，人救起来送病也是救袂大。 沙仑海水浴场的海面看起来真平静，其实伫咧海底下有真侪暗楼甲落嚟光楼，行伫岸边是看袂出。新北市政府伫1802年公告真侪禁止水域，袂使游泳耍水。不过若歇热或者是拜六礼拜，也是真侪人落去耍，也有几多遍希望会当重新开放。 对民众的亲水环甲安全问题，变怎决定？新北市议员田武温伫咧意外发生了后讲，袂当只敢若是禁止落去水的无管理，造成空窗期。这个测试将会有今年第一笔的水域安全协调会议。除了管理局会提出整体可行性风险评估报告，田武温也希望政府用完善的安全管理代替消极的禁止耍水，才能有效保护民众的安全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